咱即摆看到这人吵，苗栗白沙屯江田宫啊，真侪人天气真寒，但是衫穿较厚的，因为有诶对昨8点就来排队，要排啥呢？这一年一变的平安岛甲文昌岛来抽签啦。天气冷季季，气温17度，真侪民众穿厚度大衫来到苗栗白沙屯江田宫餐厅大楼的门口。辛苦排队民众拢是要来登记一年一摆的平安岛和文昌岛，因为庙的下当供应空间和数量有限。今日透早8点开始，下当拜岛的资格就用抽签来决定。头一个叫抽到的民众真欢喜。昨天晚上8点多来到。8点多就来了，结果他给我抽第一个号码，你看那个马主真的很照顾我。民众提好买牌，期待家己麦当叫抽到。到这边5点多，我特地休假来的。美方强调，建议元旦人少济，今年提早1礼拜先开放民众下当去办公室写资料，一摆有1100位民众登记。今日透早由工作人员来审查。今天凌晨3点到7点。我们就第一个步骤就审单，以用抽签最为标准。为了避免纠纷，庙方认为用抽签的方式会较公平。现场嘛加派真侪工作人员来斗相共，让今年登记和抽签的过程和平顺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